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粉林的蒜头，本地都要大出咯。但是今年欠雨水，产量是差真多，所以这个蒜头价嘛对咧化起。比去年同期是贵40块，即卖1斤拢爱90块来起跳。都惊这个蒜头伤贵，民众无爱买，所以这个粉林的市东乡特别来举办着烤蒜头的比赛，用行动支持着国产的蒜头。 你搁介绍安尼办，你会弃权哦吼。唔惊日头伫晒，翁仔某也好，好朋友也好，做伙烤蒜头，逐个人拢烤甲规身躯冻干。蒜头一个烤刷，佫会使体验加蒜头，头尾剪掉，才会使装香。咱的迄个蒜蓉啊，做辛苦的，本来吼，伫咧菜市仔买吼，蒜头足贵的啊。只是一般吼，咧煮菜配料啊，唔知影讲原来蒜蓉这么辛苦着。 这是粉林县市东乡，嘛是全台湾出产蒜头的重要所在。因为市东挖落水溪，气温适合种蒜头，所以讲市东出产的蒜头品质好，嘛较咸。办蒜头比赛，就是为了要让民众体验蒜农的辛苦。不过因为今年酷寒影响，今年的蒜头较细粒，产量少，嘛较贵。一斤90。90哦，安尼这是介绍甲进前比是较好啊，较歹？较好，我之前卖79。蒜头介绍一日起，去年同期1斤是50块，今年是90块起40块银。有较悬一丝丝啊。这阵有较悬吼。啊，你敢品质的？这个品质佫袂歹，品质袂歹吼。台湾的啦，我拢家买啊。 酷寒期间，咱乡亲若想要食蒜头，那呢都要加开淡薄仔钱。要不对这蒜农来讲，绩效佫较好，产量则少，无蒜头通卖嘛真无奈。